机器插秧机啊，机器插秧啊！你看旁边绿绿的那个就是刚插过秧，秧苗就放在那个滑板上面，有坡度的滑板。24668号8排。机器插秧啊，旁边那个中山高速公路啊，往右方前进的会到新宁休息站了。高速公路，这个中山高速公路比较西边，比较东边山区，靠近山区的，就是福尔摩沙高速公路。南二高了，中二高了，北二高了。中山高是1高，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比较靠近山区的是2高。